火辣，然后是打抛虾粉丝，不够长吧？他每次上我们的节目，他都故意要考厨娘啊，就说看看我的记忆力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什么不好，就是记忆力特别好哈。对，我自己写菜单的人，我都记不起来我自己要做什么菜。好，我们赶紧来看哦，今天这个打抛虾呢，它需要用到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酱料，对不对？是克勤已经做，可不可以这个酱料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我这道菜我也不会煮了。好啊，其实打抛就是直接从泰文翻译过来的，对，就是一个打抛叶。打抛叶其实它跟九层塔，像我们今天我们台湾可能不好拿到打抛叶，所以就是我就会用九层塔。味道跟我们九层塔很像吗？类似，可是它的味道会比较刺激一点，刺激一点。然后主要这打抛的部分呢，还有我这个酱料里面的话，就是有加了洋葱、辣椒、蒜头，然后泰式鱼露，鱼露，然后还有打抛叶，就这样子，打抛叶，然后下去就是先做炒，然后这个可以先把它做起来之后呢，就整罐冰在冰箱里，然后出来要炒的时候再拿出来用。这个泰式打抛肉呢是几乎没有人不爱啦，它辣辣的真的很下饭。好，赶快来看。来，虾子我需要开背一下。对，我们今天是用大炒虾，然后前置我都已经先处理好了。是。对，然后就把它吸干。对，完了吸干之后，我们就要开背嘛，一样。是，然后把沙肠取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虾子就已经去完肠泥之后，我们来做一个腌制的动作。是。然后我们先下一点点的蛋白。然后一样，然后下一点点的面粉，中筋、低筋、高筋都可以。我正要说，克姐很可爱，都可以，马上说都可以，因为量不多哈。对，我量不多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给拌匀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因为刚刚讲到还有粉丝的部分，对粉丝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比较特别，正常大家在做蚂蚁上树，对不对？做蚂蚁上树的粉丝可能就炒一炒料之后用高汤去煨煮它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的特别的话，我们冬粉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先做一个油炸的动作，等一下你看会把它炸蓬。那为什么要把它炸蓬呢？第一个就是改变它的组织之后呢，在煮的时候比较容易入味。它马上组织被撑开之后呢，它有很多毛细孔，它就可以把我们今天的高汤啊一些酱汁都很快可以吸附。这个方法倒是很特别。对，然后再来第二个呢，就是经过这个油炸动作之后呢，其实它放久之后它还是会散开的，它不会整个都粘在一起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处理粉丝的部分。然后我们先下一点点的油，然后爆香，一点点的蒜头。笋丝，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超市有些那个，这个应该是属于酸的笋丝，对不对？算沙拉笋，等于说在新鲜的时候它已经做好杀青煮熟之后来去真空包装的。对，因为竹笋它还是有产季嘛，对。所以在国外的话，观众朋友不用担心买不到。我注意到国外的一些台湾超市或者中国超市呢，甚至韩国超市都会有这个就是煮过的这个笋子啊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放大白菜的梗，然后就稍微拌炒一下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加高汤下去。好，我们就下一点点的调味料，这个就是蚝油，然后下一点点的糖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的老抽来给它调点颜色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冬粉哦。因为我们冬粉实在是太白了哈，我们要让它呢有一点颜色，让
让它有点颜色巧巧，所以我们就用老抽。OK。然后我们就煮，大概把它全部都均匀搬到汤汁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先放到旁边，让它自己慢慢吸。哦，好。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刚刚腌制好的虾子，我们来做一个煎的动作。好，我们下去之后就不要晃动它，让它先定型之后，我们再来翻面。是，跟我们煎鱼一样啊，千万不要去打扰它了。我们就把它煎到就是两面金黄就好了。都要熟吗？不行嘛哈。不要熟，因为等下还有一个炒制的动作。对。我们先下一点点的油，我这边有，不用太多，然后一样爆香蒜头。哇，蒜头好多哦。对，然后稍微把它爆香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爆香完之后，我们把番茄也翻下来，稍微炒一下，我们加点高汤，番茄稍微给它煮一下。好，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做的打抛酱给加下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再把四季豆给下来。我试一下味道。好辣哦！你刚刚那个打抛酱全部都下去了。哇，好，太好了。好，我们就稍微给它收汁一下之后呢，我们的虾子就可以下了。虾子我们刚刚已经有先煎制过了，然后下去就稍微拌炒一下就好了。九层塔也给它一起下去，然后最后面我们再下一点点鱼露，再加强它鱼露的风味。好辣哦！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石锅稍微烧热，然后拿出一个秘密武器来。好，我们就把它给拿上来，小心哦。然后呢，在烧热上面，我们加一点点的油下去。哦，免得待会我们的冬粉会对，冬粉等下会粘锅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已经吸好的冬粉，就给它加下去。好，都给它了。哇，听到这个声音真的是好过瘾哦。好，来，然后呢，再把刚刚已经炒好的虾，虾子要露出来，虾子要露出来。对，来对黑鸭熊贵啊。对啊。今天的主角。对。所以这个料理也是你们餐厅的吗？还是说也不是，也为我们特别准备的？是为你特别准备的。因为我知道你不吃辣。我不吃辣。不要可以试看看，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